叔叔日常今日帶你行 Olive Better， 開到夜晚10點都 OK 啊。Olive Better 係 Olive Young 喺2026年開嘅一間養生同埋健康生活嘅概念店，韓式萬寧嘅感覺，入到去大量健康食品俾你揀，一開波就係你每日需要食嘅嘢。然後冬季會有 yogurt 啦、三文治啦、麵包啦，另外佢都有啲營養健康餐盒。之後當然唔少得嘅有大量 protein 小食，大量即飲 protein。當然最多人買嘅係佢哋 protein shake。上2樓睇下，上到去就分咗唔同嘅 session， 真係乜都有。呢個 session 嘅產品就係俾你運動完之後補給嘅，當然都有大量 protein 俾你揀，仲有幫你放鬆肌肉嘅一啲 cream 啦。呢個 session 就係 supplement 啦，維他命啦，管理腸道排毒，你嘅體態嘅 supplement 啦。呢個 session 會提供一啲口腔護理同埋你日常生活所用到嘅嘢，真係好勁。連香薰啊、精油啊都有一個 session。買完香薰梗係買啲好舒服嘅佛教用品啦，幫你助眠啊。最後就係 coffee or tea or me， 唔係好大，得2層樓，但係我同我啲 friend 行咗1粒鐘，記得帶護照去扣稅。最後我買咗好多 protein shake。